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气象局针对恒春半岛甲南部广阔地区发布陆上强风特报。啊，那伫咧屏东的潮州呢，有一间放伫咧远的保龄球馆，这窗仔门顶头的玻璃，互大风渗落来，上无60外地，各地停伫咧路边的轿车。啊，那伫咧高雄的莲雅区小港南仔溪，有这树啊，还有路顶，互风吹甲东倒西歪，甚至影响到驶经过轿车甲过路人。车经过无偌久，突然天降玻璃，路边的三台车全部覆击着，也有规边的玻璃落伫路中央。现场位于屏东德州镇光复路甲光明路口，车停路边受灾殃，车主也讲去。现在我还不太确定是到底是要找哪一位，想要问警方。今天风很大吗？我刚来上班路上风势很大。初早起，这栋建物2楼的废弃保龄球馆门窗技术研究失修，过拄着强风，至少10片玻璃落落来。我家再无讲着人。屏东气象站7日早起9点半左右，平均雨力预计中到正强到6级。强风也吹到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的分界道路上，有驾驶未负反应直接弄掉。强风也伫高雄造成灾害，高雄前镇区行动公园，正伫公园内的树仔技术树根好藤树，被堪日大风刷倒去，少量的民众赶紧跳开。有啊，有听到啊！我3人家伫一起走外口去啊。位伫行区的大型篷布也和大风掀起来，风太大，把它吹离了，所以要请吊车来处理掉。那个台风外围环流，因为地形的效应在我们南部地区。有比较强的这一个沿山流的情况。高雄气象站表示，12点左右，弥陀区测到瞬间阵风有9级，前镇左营顶地7级8级，强风影响下到初2的头早。市府也统计，到初1下到2点，至少有8件路树倒去，有骑车的人去风讲到轻伤。小港区也有民家花建新建按强风吹起铁条，擦探过铁柱厝顶，业者互工务局罚18万，搁下令停工。市府也提醒，风台外围环流也影响，专职工地爱设立防护，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